哦，95岁啊，85岁安尼行记，无简单，无简单。遐济岁啊，搁咧行记，哦，行记安尼较袂老化个叫。这老人的时代，这什么看到过去都。有啦，咱读经啊有足，读经啊有足认真咧读个哩。较济岁啊吼，啊年高德少啊，啊读食素食，去食过来10档诶，减肥。修行人吼，啊在读经有功德，回向七世父母、七世师长，回向哦完全戒罪。回向完全戒罪，回向家己本人。哦，哇，好，我较认真咧读，认真咧读经。